1813年、14年，因为这法案审查会来杀去，调立委互相指控伤害，地检署侦结有7个国民党、3个民进党立委被起诉。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有施压乌克兰，讲今年爱总统选举和和平公投。不过，迪伦书记认为讲，除非停战，会当确保安全。要被开始放假，不过这桃园机场最近人吵咯。桃园机场公司预估讲，今仔日会有16班1000人次，是疫情过后上届济记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受到这法新社的专访，伊是讲到呢，若准这中国摕到台湾，亚洲其他国家也会变作是后一个目标。伊也强调讲呢，台湾有必要加强国防实力。另外也讲到呢，这强调这美国呢是无必要把台湾当作是科技啊，而且台湾也袂真做任何国家的科技啊，甚至讲到呢，这半导体上届先进的这停伫咧台湾，对当维持台湾袂当欠缺的战略地位。总统赖清德70接受法新社专访，讲到台澳台美关系、甲国防两化、半导体产业等议题。赖总统特别示警，若北京夺取台湾，而且受威胁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下一步都可能影响美洲甲澳洲。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讲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这样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跟印太的和平稳定。国际关心2027年中国深受国台领令，赖总统强调台湾爱做上海的打算，上好准备达到任何一日对中国来讲拢是亲台好时机。唔但甲美方合作，也希望甲欧洲伫军工相关产业科技加强深化。4月特别鼓评全球会外界质疑台湾向行假做彼此，赖总统认为台湾无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彼此。在中美贸易的竞争当中，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少。美国没有必要把台湾当作筹码来跟中国进行对谈。赖总统对台美关系有信心，不过前北京官员瑞普胡博示警，中国咧透过贸易谈判加政策操作，成为影响美国对台立场。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PRC is attempting to shap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through ongoing trade negotiations. First, to degrade or delay America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by objecting to arms sales and defense dialogues. And second, to push for changes to U.S. declaratory policy on Taiwan. 瑞普胡博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推动将6项保证法案立法，限缩北京宽松空间。另外，川普政府希望将台湾半导体产能40%刷到美国，引起外界烦恼台湾失去适顿。赖总统表示，若半导体研发中心上前进制停甲上大生产量拢伫台湾，对维持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立法院，因伫咧113、14年时阵，因为这法案审查发生冲突，下来杀去，调查立委是互相指控对方伤害。因那台北地检署在今仔日侦结，依照伤害、过失伤害等罪，起诉谢良界、廖伟雄、邱定军、黄建和、黄仁、林淑芬、林楚英、王芳美、陈菊珍、关建明等人，有7个是国民党的立委，也有3个是民进党的立委，是这检方侦办国会冲突案件以来起诉上济立委的记录。日前，参议院有会党同时开烧钱烧杀，民进党立委沈碧荣被爬起咧主席台，刷叫国民党立委邱定军为人墙扭落来，致使沈碧荣倒头栽摔伫涂骹。立委郭国文嘛，互真侪人为杀落来，现场立委喊叫救护车。113年、114年调查立委真侪解相拍。113年5月17，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手下朋友。民进党区纪委指控予国民党廖伟雄、邱定军、黄建和为关键的主席台杀落来。过一礼拜，立法院审议国会职权行使修法，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加上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嘛相拍。7月7日，立法院审议选罢法修法，国民党王芳美、民进党林楚英为着抢椅相拍，拢受伤。12月7日，拿赢向甲选罢法修正案摆入议庭，各做个议事。立委林月琴去互哪位陈玉珍冒掉个跋倒。
那是去年3月25日立法院审查公投案，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用拐仔卡倒顶，拐仔飞去击到刺卡心起一个角骨，对调野个人提过伤害，北检调野监视器清查画面，12终结，依照伤害、过失伤害等罪起诉包含郭建明、谢良界等人，拢总7个拿委、3个立委。那是洪明凯、张家军、李玉玲、刺卡心得到无起诉处分，不过已经创下检方侦办国会枪突案起诉上侪立委的纪录。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国民党有国民党应该捍卫的立场。因为林楚瑜事实上有打我啊，他先动手，那所以呢，如果林楚瑜也被起诉的话，那我想我未来还是在整个的司法上，我会继续做努力。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派雄表达谴责，批评民进党司法清算是拍人化救人。林草因讲，会伫法庭证明王凤仪才是使用暴力的人。林国钦是批评陈玉珍是恶意伤人，绝对唔和解。以告止暴，就是不应该要有这样的暴力的行为产生，而且尤其是国会殿堂不应该去示范这件事情。另外，前民进党立委林国成去年出席反罢免活动，演讲情绪激动，误解大声骂总统赖清德。要甲赖清德讲，我咧。赖总统对这件代志解决，北检依照公然侮辱罪嫌起诉林国成，见车判重刑。林国成回实地表示，毋着爱认错，绝对袂走险，尊重司法程序。记者采访报道。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宣布，2月底请示3月要投入这新北市长的选战，也讲到这南北合介重要。不过已经讲要选这新北市长的黄国昌强调，双方是君主之争，家己绝对袂做副手。那若伫咧新北市做几落任立委的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讲，无论对手是谁，伊拢有准备。备战2020日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人选虽然还未正式提名，不过经过现任市长侯友宜介入协调，会由现任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态争取，强调当仁不让，顺势而为。李树川会伫2月底请示3月投入选举，就连原本争取党内提名的老何人嘛，改做全力支援，小天作战。侯市长的这一个支持，对他8年的这个施政，说实在是值得我去学习。那也谢谢刘荷兰副市长跟这个侯市长的这个支持。我说过，川博不管在哪里，我都全力支持他。过去总是对李树川参选话讲要家己揽条条的周万安嘛决定放手，甚至笑讲要连新歌送给川爸。不过国民党人选敢是要南北合作，话讲要做上强战队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搁一届向大家讲有信心，家己是新北上好的选择。如果假设是川博出现的话，我不会担任副市长。6都之中人口最多的，那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完所有新北市大小事。大家的面试官一样是400万新北市民，所以我从参选以来就按照规划好的节奏，陆战和空战并重，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另赢这方面，民进党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表示，会继续带新北队行入大家巷仔内，以公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等等的6大福利政见，争取更较侪市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要开始休过年，不过这桃园机场最近是人吵。桃园机场公司预估讲，今仔日会有16万1000间厝，是疫情过后上界侪记录。疏送大顶悬行李一个接过一个，报道柜台头前人是吵，因为新车年假伫要到啊，出国旅客明显有变较侪。桃园机场还阁捌传出行李疏送大，因为制载袂调，造成大量行李卡关的问题。桃园机场公司预估，12个里运量会达到16万1000间厝，是疫情了后的新高。那会担心吗？哦，会。过年啊，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出国。今天是有提早来吗？有啊，我们通常习惯都会提早大概2、3个小时过来，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提早？因为怕有些临时状况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多人，或者是有时候临时什么东西没带，至少还有机会可以补救这样子。假期都还未开始，机场出入的人潮明显增加，旅行业者嘛预估休困日会搁再创下高峰。今天我们预估呢，大概会有16.1万人次。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创了疫后的新高哦。那如果以去年平均13.8万人次来看的话，其实成长的幅度有将近2成以上。今年的春节假期总共有9天，在礼拜6和礼拜天可能预计增加到平常运量的20%到25%左右。
针对春节疏运，机场公司嘛增加新的措施。出国的旅客当伫官方网站甲现场的扛棒，看到过安检预估的时间，嘛已经针对春节疏运启动相关的机制。航空、地勤、机场公司等等的单位嘛会加派卡手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政府无情，这俄乌战争已经是战4年了。事实上呢，这个德伦斯基呢，伊的任期在2024年时阵已经是期满了。根据着这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国介上是有来甲因施压，要求这乌克兰呢爱伫咧5月15进前呢举办这个选举，而且呢是这总统的选举，搁再绑这和平协议的公道。那准唔正呢，美国的庇护就随来抽走。也当然啦，德伦斯基来否认这款的讲法，强调讲国家是因为战争当咧戒严，除非是会当停战，会当确保这国家的安全，才会当来选举。那准无呢，这战争是非常时期，是无可能投票的。一栋人家厝伫咧轰炸当中着火，迄时厝内住一对翁仔某甲3个囡仔，厝边时伫甲土角乌河开，甲有心的查某人救出来。不过各样的翁婿甲因2个囝拢不幸死亡。哈尔科夫边境城镇博霍杜西夫10日暗时互罗西亚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射129架无人机，其中112架轰砍落来，不过其中1架造成一口罩5个人严重的伤亡。Що плакала, але до дитини він вже, на жаль, не встиг дістатись, діти загинули. Жінка була відправлена до лікарні, їй надали там першу допомогу. Зараз вона перебуває в жахливому стані. 这口罩为着闪战火，才打搬来遮，想要到所发生悲剧。当地政府嘛宣布，规个城市哀悼3天。人道援助团体嘛协助居民修理害去的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伫咧美国甲中立国进行谈判，而且拒绝前往罗西亚也是白罗斯。伊呼吁美欧得爱团结，甲罗西亚施压，若无这场以安全为主的停火甲大选，恐惊会一直延前。Ми приходимо до виборів тоді, коли є всі відповід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Третє, я завжди казав, що питання виборів підіймають ті чи інші партнери України. Сама ніколи не підіймала, але безумовно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виборів. Я казав, дуже просто зробити. Зробіть ceasefire, будуть вибори. Тобто це питання безпеки. 2022年，罗西亚入侵了后，乌克兰就实施戒严令，选举全面停止。不过，泽伦斯基总统的任期到2024年就已经满，罗西亚一直质疑伊的合法性。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政府会当伫2月24宣布举行总统大选，加和平协议公投，甚至传出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乌克兰要伫今年5月15进前举办总统大选，若无美方承诺的安全保障可能会有变数。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这项传言，强调选举的唯一前提就是确保安全，要达成安全真简单，就是先建立停火协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这条情况和美国有牵连，这经历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当地时间11签字加入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而且有会见到美国总统 Trump， 还有美国呢伫咧含这伊朗谈判时阵，就要考虑到以色列安全。也拿出访亚塞拜然的美国副总统 Pence 表明 ，Trump 政府的重点就是确保这伊朗袂当有核武。10日伫北京的会面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川普第2任的任期内第6摆访问美国，面见川普，主题拢放伫伊朗和加沙的情势。美国目前一方面伫中东集结重兵，包括有可能增派保希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加入已经伫当地林肯号，形成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一方面和伊朗持续谈判，主要目的当然是以外交途径促使伊朗放弃核武计划。The president's told his entire senior team that we should be trying to cut a deal that ensures the Iranians d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if we can't cut that deal, then there's another option on the table. Trump said he insisted to Netanyahu that negotiations with Iran continue, and he wrote on Truth Social that he hopes Iran will be more, quote, reasonable and responsible. Netanyahu made the last-minute trip to Washington to urge Trump to expand the scope of negotiations to include major Israeli concerns. 到伫访美国的同一天，纳坦雅胡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式签字加入川普主导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以色列智库耶路撒冷安全和外交事务中心主席迪克分析指
指出讲，纳坦雅胡的战略考虑是就加入一方面来平衡早一步上车的卡达含托尼基这伊斯兰国家和委员会卖欠以色列的声音；一方面是就表态和美国来合作，交换美国施压哈马斯解除武装，甚至会当呼应移动示威的群众，推翻哈米尼的政权。不过美国对这敢无法度认同，对副总统范斯的讲法，就会当听出因的态度。If the Iranian people want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that's up to the Iranian people. What we're focused on right now is the fact that Iran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been the focus of the president's policy, even going back to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是表示讲，移动一方面重新发展核能，只是为着和平用途，但嘛强调绝对袂向外界压力来屈服。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孟加拉伊的国会大选12举行，这也是对2024年历世代运动甲下希腊威权统治并盘了后头一届举行的选举，选民会选出300个这席次的这个国会议员，也进行历史性的宪法改革公投。这届大选呢，也和进程革命的2大政党，也就是这民主主义党和伊斯兰大会党来对射。这回的首投族呢，就占500万人，18岁到37岁青年选票有44%，因上届关心的就是就业、经济、教育，还有政治自由等议题。选举结果按算13日出来。孟加拉首都达卡各地的投票所启幕人阵，这是前总理哈希达15年威权统治倒台了后头一届举行的国会大选，也是选民头一届伫无政治干涉、加暴力威胁的情况下投票。不过政府也是部署将近90万的军警，也甲安全人员维持秩序。选民有领2张选票，一张是选国会议员，另外一张是投宪法改革公投。公投若过关，孟加拉的强人政治局面就结束。Voters will also weigh in on a political reform referendum, including limits on how long a prime minister can serve and stronger checks on the executive power. 因为哈希达政党禁止参选，这届大选煞变做英国捌革命的2大老牌政党对射局面。其中流亡17年回国的民族主义党60岁的主席拉万，互人当作上有希望争做后一任总理的人选。敌对的伊斯兰大会党嘛真有实力，成立11党联名，包括2024年学运领袖成立的国家公民党。选前的民调显示，2大阵营真有拼面。关键就伫500万头一届投票的人甲中间选民的意向。I'm a first-time voter. I'm gonna give vote to one person. They're gonna change our country. And they change everything. 虽然这场选战无单一代表性的青年政党，不过世代选民也是这届大选的关键力量。这届拢总有1.27亿的合格选民，18至37岁的青年选票比率达到44%，因关心就业、教育加政治的自由。伫农村地区，少年选民是注重经济问题。大选结果嘛改写地缘政治关系，哈希达政权甲印度的关系密切。不过印度提供哈希达庇护佮技术印度，印度甲孟加拉关系拍歹，中国佮趁机会透过大规模的经济投资，也佮军事合作，慢慢改变南亚的外交平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柬埔寨公开最近这几礼拜打击诈骗的成果，当地政府表示讲已经抓到200多个诈骗中心，也带媒体参观其中一个诈骗地点，这内面设备是真齐全。当地政府也讲呢，会伫咧4月进前清除所有的诈骗据点。对玻璃窗看入去，天棚已经落落来，阁有几排电脑，桌仔顶阁有教人要安怎共变钱的物件，阁有互人摕来敲电话用的假音亭，甚至有假警察局甲银行的报警，现场是乱吵吵，会当想到警察讲入来迄当阵，大家是走甲偌尔亮背的。ក៏ប៉ុន្តែនៅពេលដែលគាត់ចេញគឺយើងបានដាក់កម្លាំងដើម្បីហុំព័ទ្ធទីតាំងអញ្ចឹងទាំង31អគារនេះគឺនៅបន្សល់សម្ភារៈដូចជាកុំព្យូទ័រនិងទូរស័ព្ទនៅតាមអគារទាំងអស់នេះពីព្រោះយើងអត់ទាន់បានធ្វើការឆែកឆេរទេ 路透社记者月初伫咧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一个去用抄的所在，看到一个文件，有一个73岁日本退休人士的资料，有伊的电话号码甲银行的存款，佮有另外一个讲家己去用家暴的美国查某人。那路透社记者联络这个日本的退休人士，对方讲伊是接到电力公司的电话，警告伊若无提供银行的资料，就会去互断电。伊虽然无汇款，但是对话的时阵却将伊家己的资料漏泄出去，这实在是互伊足恼的。 全球的诈骗产业链已经骗上11个美金，这届嘛是真罕见，互大家会当看到内底模样。កាលកំណត់មួយជាក់លាក់នៃការបោះសម្អាត
បណ្ដាទីតាំងទាំង compound scam ក៏ដូចទីតាំងផ្សេងទៀតដែលលាក់នៅតាមបណ្ដាលំនៅឋានរបស់ប្រជាពលរដ្ឋ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几年东南亚正做全球网络诈骗的中心，大多数拢是中国的犯罪集团的营运呢，甚至有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正做是员工。这据点伫咧柬埔寨、辽国、菲律宾、泰国甲缅甸的边境当中有。泰国伫12月空袭，也个经过柬埔寨打击行动了后，超过10万人离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英国南极勘测团队上届新的研究显示，地动唔那无周期挺好推算，也袂当预测，甚至一阵来煞接的就骨落存到位啊！这项研究是拍破地动会当预报这款的迷思。就算安尼时呢，这科学家也是想尽办法利用这地动波的速度，要来做研究，想要把这灾害降到上低。亲像咱台湾的气象署地动预警系统，就当替民众争取到骨落表的反应时间。墨西哥伫新年过了后，就发生规模6.5个地动。台湾伫地动段，去年底就伫东部外海发生规模7个地动，这是当时101周边见到的状况。为了确认发生地动是毋是有会当遵照的周期，英国南极勘测去尼泊尔西部考察，因为这个关山湖那亲像天然的地质历史档案馆同款，那地动就会留囤积到7个分热。科学家分析，喜马拉雅山脉都有将近6000年的地动记录。Everything is really dynamic. So you have like time to time with like one constraint. So you are building energy at some points, and then you are release energy at another part. So now to predict earthquakes at the moment,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加州医校斯博士第2月发表的最新研究，改变一般人的认知。地动唔那无法度精准预测，嘛无周期通讲。经过科学研究，敢会当预测会有地动，啊，毋过唔知影什么时阵会发生，无定着爱100年还是1000年。而且地动的发生，好亲像无亲像时钟还是表啊共款准。既然地动无时间表，科学家讲应对关键是增强高风险地区的抗震能力。I think if you look at some place like Japan, they're very resilient to buildings. 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s that it costs money. So if you're in a region where you're trying to prioritize that money, then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not overspending on seismic hazard. And there's also problems in many Central Asian cities that they've grown really fas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often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seismic risk. 加州医校斯博士甲伫尼泊尔的研究结果，甲美国、印尼、纽西兰甲智利等地动活动正接的地区做比较，发现情况正共。虽然地动无法度预报，甚至有当时是规定发生的，不过科学家也是尽力伫研究，要甲地动灾害降到最低。像讲伫台湾，都是利用地动的波速，争取到几落秒，也是几落10秒的反应时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希腊因的房地产市场继续因为经济变好，贵来大起，所厝的人因为这租金上过悬，拢找无厝通住。事实上呢，伫咧2014年，为着要吸引外资，有推出黄金签证，一寡投资者拢走来到这买厝，也让这房地产的起炒问题愈来愈严重。28岁的新田夏基是一个犯罪学者。去年，伊甲朋友做伙伫雅典市中心生活机能良好的社区，找到一间公寓，月租金700欧元。几个月前，小友搬走，中国厝主的代表律师通知伊要起厝租700欧元，相当是伊一个月工作收入，伊实在负担袂起，只好把好款的搬去甲姊妹做伙住。Είμαστε όλοι εκτεθειμένοι απέναντι στον κίνδυνο του να μείνουμε στο δρόμο. 2009至2018年的国际危机了后，希腊经济上歹当地回升，房地产的价销大起。不过，大部分的人收入赶袂赴物价飙升的速度。希腊中小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有超过83%的希腊人根本都欠无钱。33岁的总仆达斯卡洛普罗斯付袂起厝租、水电费，只好回去父母的厝照住。Η μισή Ελλάδα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 έχει στεγαστικό πρόβλημα. Δεν είναι καθόλου με την έννοια ότι το 50% των νοικοκυριών δαπανούν πάνω από το μισό εισόδημά τους στο να εκπληρώσουν στεγαστικές δαπάνες. Και όσο πάμε πιο χαμηλά στις κοινωνικές τάξεις, βλέπουμε ότι αυτό αγγίζει το 100% των νοικοκυριών.
租賃服務業者嘅資料顯示，2019至2024年，雅典嘅出租平均起超過50%，薪水起價幅度是27%。同一時期，西班牙、馬德里、法國巴黎兩間厝嘅公寓租金起價幅度分別是26%甲14%。歐洲真濟國家攏有租金起價問題，不過以希臘嘅處境上艱難。2014年，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推送黃金簽證，嘛是地區買無厝嘅原因之一。移民部嘅資料顯示，為2010年代中期開始，外國買主收購嘅房產數量有2萬棟，而且主要集中喺雅典。另外有15萬間主體，互人變更做短租厝，專門予遊客租用。根據統計，全國各主要城市所欠缺嘅大房總數有18萬。按照目前起厝嘅速度，估計至少都要等5年時間，才會當填補市場嘅缺額。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仔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嘉豪，咱明仔載同一時間再相會。